兄弟平安。平安。这是咱先将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进入今早起的礼拜。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自一个大会中，我要专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互伊爱伊作为的人拢通学习。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存续。这时，咱来吟圣诗266首，请来咱着5组唱歌，请起立。这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爱天父，阮每一天拢感谢学到你，
因为你使活命，互我温顺做事浪共享的代志，使阮五官通欣赏你所创造的万物。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予阮的，阮感谢你。伫白上帝，时间过了真紧，一年搁过去啊。圣经讲，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勇壮的，通到80岁。但是其中所夸口的是劳苦甲忧愁，伊紧紧过，阮就飞去。求主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予阮得到智慧的心。主啊，真理的话，阮有记伫头壳底，但是做袂到，常常浪费时间，生活中也无甲你结连，所以拢用家己的感觉去讲话、做代志，随选择，直到属灵的生命无进步。求主怜悯阮，光照阮，予阮有顺服的心，珍惜时间，用行动去听人传福音。将人带到上帝面前。主爱天父，愿恳求真理的灵来引带百姓，会晓分别真的甲假的消息，互住伫这块土地的人真心疼惜台湾。政府官员有理性、谦卑的心来处理国情，互台湾成做一个行公义、好人民、甲上帝同行的国家。天父上帝。教会建堂规划甲经费所需要备办的，求主掌权做王，互建堂的每一个阶段拢有教业的稳定。主啊，因真的妈妈已经安息主怀，求主你安慰家属的心，病因甲家珍姐妹，求主你医治因的身体。林子恩、子佑、子成已经安置去寄养家庭，求主互因早日适应新的家庭的生活。李超金弟兄，伊需要找工课，主啊，求你为伊备办适合的工课。这时求主安静阮的心，要听牧师所甲阮分享你的话语。求主开阮的目睭，互阮看就看会清楚，听阁听会明白。这时我嘛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愿光归向北上帝，愿更深叫相信三位上帝，他的北在的北，将来也永远的北。我叫我亲，阿门，阿门。启应文第11篇，我来启，也即来印。罪得到赦免，罪恶得到撤销。这款人真有福气。上主无算伊的罪，佮心无奸诈。这款人真有福气。我若点点毋认罪，就规日嗨嗨山，连骨头都打去。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我的精力亲像予热天的日头晒甲焦焦去。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有隐瞒我的罪恶。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有赦免我犯法的罪。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犯罪犯难的，一定会因着伊。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你会用得救的歌试炼为我。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
我要注目看你，眷顾你。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就用马加姜、马绿素，搁熟才会带群你。歹人未受真侪痛苦，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慈爱，性命为伊。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着大声欢呼。这是咱来看圣经，伫但以理书第6章第6到第10节。第6节，这个总长甲总督小约来见王，对王讲：皇上万岁！全国的总长、总督、省长、县长，甲顾问做伙参详，并且皇上各旨宣布一个禁令：30日内，除了王以外，若有人任何神明，也是对人祈祷，就甲伊迄落杀血。皇上，请你制定签署这条禁令，人就袂当改变这个命令，因为照米底亚甲波斯的法律，签署过的法令袂用得改变。大流士就伫这个禁令签署，但以理听到王已经伫这个文件签名，就倒去处理。伊楼顶的房间有窗仔开往耶路撒冷。伊照常一日3遍，跪地向上帝恳求感谢。这时还是不用和合本，再念一遍。第6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大流士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总长彼此商议，求王下旨立一条禁令：30天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明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在这文件上签署，使它不能更改。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绝不更动。”于是大流士王在这禁令的文件上签署。但以理知道这文件已经签署，就进自己的家。他家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一天3次双膝跪着，在他的上帝面前祷告感谢，像平常一样。愿上帝的话刻掉伫咱的心内。学老，这是教会诗班要来学老，因为念的诗歌是感谢你做我的伴。
这时牧师要甲咱分享真理的话，当身体诚侪祈祷的语言。来，下这平安。平安。真感谢主吼，咱的诗班带咱用着诗歌来敬拜咱的主，互咱会通真正一生用着敬拜甲学乐来献上咱对上帝的感谢。今仔日头拄咧咱伫咧读圣经的时阵吼，咱的干事即届 PPT 用了一个无共款的吼，伊甲安尼台语甲华语的放做伙，但是头拄我才发现讲佮甲华语的部分吼，去有去搭毋着，吼，去搭到台语的吼，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对不起。毋过嘛是一个真要唤起咱兄弟，就是咱伫咧礼拜的过程内面有真侪才会安尼服侍，吼，需要咱唤起咱兄弟，吼，会通共同来参与，毋是干那只有诗班，包括咱伫咧即个音响吼、影音的控制，咱非常的欠重工，吼，其他咱嘛有兄弟，吼，咱毋好想讲一个 PPT 伫遐咧放安尼尔吼。其实咱的影音同工内面，除了放 PPT， 还有包括咱有做直播，咱嘛有音响的控制，咱拢真需要有真侪兄弟欢喜来参与伫咧即个规个迄个礼拜，互咱的礼拜通有一个真好的安尼的迄个礼拜的环境。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伫过来日子，咱的礼拜会通哪来哪搁较好势吼。今仔日咱要继续来安尼，咱伫咧顶礼拜咱所分享即个祈祷的即个主题。顶礼拜咱一开始咱去谈论着咱咧祈祷的时阵，往往咱伫咧第一个想到的是咱讲什么话，却真少去想讲咱是要怎样来徛伫上帝面前吼。我即届我用一个无共款的名词叫做视力，即个字词应该是更较精确。咱是徛伫上帝面前，迄个视力，不是用不是用站而已是咱伫上帝面前，是用着敬畏的心徛伫上帝面前。这也就是讲。咱的祈祷毋是干那心灵的毋若是干那安尼讲迄个心灵的活动，也是讲咱的迄个理性的迄款安尼的表达，也是讲咱的迄个甲上帝之间的迄款语言的迄个沟通，乃是搁较要传达一个搁较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咱毋是只有干那是一个有灵魂的人安尼尔，咱搁较是一个有身体的迄个敬拜者，所以。祈祷是一个全人的迄款身心灵，用着敬畏的态度，徛伫上帝面前的一个行动。所以保罗先生伊捌安尼讲起，伊讲咱的身躯是迄个圣神的殿。所以既然是安尼，咱的身体本身也应该爱安尼参与伫咧咱的迄个敬拜内面，也是讲迄个敬拜，包括祈祷嘛是一个敬拜。也应当诚做咱祈祷的一个语言，所以顶礼拜牧师分享到咱的身体诚做祈祷的语言的第一种就是拍拜的迄款安尼的祈祷。煞只牧师要分享第二种，当身躯诚做祈祷的语言另外的一个行动就是跪落跪落祈祷，这是一种谦卑。跪拜伫上帝面前的一个
安尼的行动。迄个规路祈祷，伫咧圣经内面有真深，咱咧讲真深的迄款安尼根基。咱会通透过圣经内面有几个真安尼动摇人的心的迄款安尼个。咱头一个就是对咱今仔咱经文但以理书内面即个但以理的模样。但以理伫咧知影安尼迄个文件安尼已经签署，什物款的文件？讲30日内袂使除了王以外，袂使神明，也是其他的人来安尼伫遐祈求，迄款安尼的文件。咱用想象讲，咱用咱即摆咱的想象，王人甲伊讲要签即款安尼的文件，伊就答应，真正嘛咱像看起来无头壳，但是咱嘛要讲，这是上帝所允准的，敢毋是？是安怎上帝允准？上帝伊透过安尼来去试验但以理对伊是啥物款安尼的迄个信，所以安尼虽然文件已经签名伫咧顶面，但以理犹原入去到伫伊家己的厝内，伫咧楼顶，伊将即个伊的楼顶的窗仔拍开，迄个向着即个耶路撒冷的即个方向，伊一日3遍，安尼双脚跪地。伊的上帝的面前，伫遐祈祷感谢，甲平常共款。咱用想象迄款安尼，迄是一个啥物款的场景？伫咧巴比伦帝国的迄个禁令已经颁布的即款情形的下面，迄个违背者是爱互等入去西亚坑呢。但是咧，但以理无因为安尼来放弃伊祈祷的生活。搁较无改变伊的迄个祈祷的迄个姿态，伊知影迄道的即个禁令，伊犹原继续伊安尼双脚伫遐来跪地，毋是偷安尼坐咧祈祷，嘛毋是讲徛咧紧紧讲紧紧的祈祷一下安尼就好，乃是真公开开着窗仔来安尼真庄重、真敬畏伫遐来祈祷。为虾米？因为规路毋是。毋若是干那一个姿势，伊是要搁较一个算讲会通讲是一个宣告，就讲伫咧这位万王的王的面前，我愿意来谦卑家己，就算讲即个世上的即个权势威胁我犹原选择伊来伫遐来安尼讲屈膝跪拜，所以咱就通看见迄款安尼。伫咧迄款迄种危险当前伊犹原是迄款安尼无安尼去改变伊平常时伊的迄款会对上帝迄款的敬畏甲祈祷。煞者咱来看主耶稣伊的例，主耶稣伊伫咧克西马尼园的时阵，伊伫遐讲伊伫迄落离开伊安尼讲。离开伊遐个学生到迄个黑石头会到遐远的所在，伊伫遐犹原嘛是跪落伫遐咧祈祷。主耶稣伊伫咧面对安尼迄个十字架的即个苦难，伊做一个上帝的囝儿，伊事实上伊会用到任何的即个姿势来祈祷，但是伊选择安尼跪落。来迄落来天父来祈祷，这嘛是咧甲咱安尼，互咱下一届咱的学习，就是迄个讲迄个跪下毋是软弱的乃是力量毋是失败，乃是得胜的预备。咱伫咧华人的即个文化内面跪下是一种的安尼讲。有无？咱若伫咧咱伫咧影片内底，定会讲要甲人安尼，算讲甲人，算讲共骗上，安尼对人，互人安尼，互人感觉讲，互伊无面子你叫我跪下，甚至从我的两脚底下穿过去，有无？但是咱的主
伊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犹原选择归落伫天父面前，伫遐谦卑来安尼高举上帝的名。伊知影迄个主权伫咧天父，所以归落毋是毋是软弱的，乃是伊是一种软性的力量。伊毋是失败，乃是一个伊要得胜的迄款安尼预备。所以咱嘛会通看见使徒因安怎伫咧实践即个归落的即个安尼的迄个教导。保罗伊伫咧甲着即个以弗所教会伫遐咧甲因分享了伊要离开以弗所教会，伊就伫遐甲着所有遮个正长老伊就伫遐要来甲因安尼告别进前，因就伫遐选择跪落伫遐来祈祷。所以咱就会通看见，迄款安尼，即款安尼一个姿势，毋是迄种讲做互人看的迄款一种表演，乃是伊的内心真实的迄款伊迄款谦卑的迄个态度的一种的自然的流露。所以咱若来看见迄个规个跪落伫遐祈祷，伊的迄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迄款跪落的即个动作，伊本身会通讲就是一篇的讲道。咱会用想看觅啊，当咱安尼跪落的时阵，咱的视线自然而然的就降低。咱会记哩因为无孙娘是幼稚教育的吼，所以我伫咧迄个，我伫咧对伊则去了解着讲，是安怎不管是爸母也好，也是遮幼儿园的老师也好，因咧甲小朋友讲话的时阵，因拢安那，拢哭咧，爱甲小朋友同等的高度，伊才有法度去了解小朋友伊的视线，甲伊咧到底伊咧想啥物货，伊所要表达的是啥物货。咱若是用大人的观度咧看任何的代志的时阵，咱俯视，咱有真侪时阵，咱会有真侪迄个视角是咱看袂到的。同款，当咱跪落的时阵，咱的视线，咱自然就降低，咱就无搁再是对悬的所在伫遐来俯视，乃是咱从一个低处的所在伫遐来仰望。这拄好是咱伫咧上帝面前应该有的一款的姿势。所以诗篇95篇第6节，邀请咱讲啊啦，讲来啊，讲咱来鞠躬敬拜，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来啊，我们要俯伏敬拜，来到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伫咧这个经文的内面，伊出现两个动作，第一个是俯伏，第二个是跪拜。这两个拢是谦卑的一个姿势。所以跪落的时阵，咱的心会发生一个真奇妙的迄款的变化，就甲亲像一个囡仔，伊当伊做毋对代志的时阵，伊伫咧老爸的面前跪落伫遐来道歉。迄款安尼真真诚、破碎、无法伪装的所以当咱的迄个身躯，咱谦卑的，咱欢喜谦卑的时阵，咱的灵魂也会通更较容易伫迄个中间来谦卑，来屈给家己。当咱伫遐安尼弯着咱的即个骹头乌，安尼咱的骄傲也会通更较容易来伫迄个中间来将咱的迄个骄傲来甲破碎掉。所以这是一个是安怎祈祷的时阵，需要用到跪落来去祈祷迄款安尼一个姿势。所以咱要安怎去实践，这是一个咱需要去好来去想的问题。个咱要安怎跪啥物时阵跪？第一个就是咱是伫咧认罪悔改的时阵，互咱的身躯迄落安尼讲。咱会通意识到咱家己的迄个罪，咱就跪落伫，互咱的心会通安尼更较容易安尼伫遐中间安尼伫遐来忏悔认罪。第二就是咱拄着重大的代志的时阵呢，迄款安尼的祈求，当咱为着咱的性命一寡重大的代志
咱伫遐来要做一寡真重大决定，咱毋知影要怎样好诶时阵，就甲亲像主耶稣，伊伫迄中间跪伫爸诶面前，共款，伊伫遐安尼祈求迄款安尼引带，佮主伊伫咧迄个祈求引带诶过程内面，伊伫遐讲安那，讲爸啊，将即个杯，若通将即个杯离开我，但是啊，毋是照我诶意思，是照你诶意思。所以咱伫咧迄个跪落谦卑祈求诶时阵，一个真要紧诶，毋是照着咱诶意思，是照着天父诶意思。所以咱需要去敲揣啥物是上帝迄个美善诶迄款安尼诶心意。过来就是当咱需要迄种对上帝迄种深度的敬拜的时阵，当咱的心尤其是互上帝的阳光充满的时阵，咱无法度，咱安尼无法度安尼匍匐敬拜的时阵，咱会通伫遐跪伫上帝面前，跪落伫遐来敬拜咱的主。第四，咱伫迄种迄个拄着迄个属灵的精神的时阵，咱会通。安尼，咱需要搁较深的迄款对咱家己的迄款安尼的破碎，迄款安尼的降服，来赢过迄个对着。真侪时阵，咱伫咧面对着咱家己咱性命有真侪需要去去敲揣答案，也是迄个咱需要去有迄款安尼，即个俗世甲属灵有侪迄款的交战伫咱的心内的时阵。咱毋知影要怎样好诶时阵，咱需要跪落伫上帝面前，伫遐来欢喜屈下家己，讲主啊，我无法度，求你帮助我，求主啊，求你救了。互咱会通真正欢喜伫上帝面前来将咱家己本身完全咱的主权交互咱的主，互伊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掌权。所以咱安尼，咱要如何来去跪？这是一个咱会通安尼伫咱的生活中会通来去操练即个跪落祈祷。所以咱会通伫咱的咱伫咧咱的操练过程内面，咱会通找到一个软点。今仔无输他赶紧一个，煞袂去炸我的迄落我的老爸，伊安尼在生的时阵。伊是一个真虔诚的人，伊时常伊会去买迄个贵店，贵店安尼那种橡胶店，拄好安尼脚头的即个看度安尼，伊嘛送我一个贵店，佮咱家己嘛会使准备，亲像讲迄种咱即马咱的屁股咧坐即种椅垫，嘛会使诚做咱的贵店。也是讲摊仔，迄个，互身躯袂因为安尼无爽快，比较分散了咱的注意力。就讲你咧跪的时阵，你毋好去超工去跪迄个涂骹呐，有起起伏伏的，互你那迄个膝盖如针毡的时阵，你是要安怎好好祈祷？所以咱。迄个有一个贵店，上主要是要帮助咱，互咱会通专注注目伫咱的主、咱的上帝顶面，毋是要跪落，毋是要互咱讲安折磨我们的身体啦，是要帮助咱，互咱会通更较聚焦伫咱的主，互咱咱嘛会通跪伫咧咱的眠床边，真侪咱伫咧看见迄个有迄个小朋友祈祷的图有无？拢跪伫咧伊的床前，咱会通跪伫咧床前，双臂撑在这个床面上面，形成一个真稳固的一个姿势。咱嘛会使如果你若讲你的膝盖有问题，无法度跪，咱嘛会通安尼跪坐，就讲你看起来像跪，但是又搁是坐咧安尼，无互你的脚头受不了，也是讲跪坐在那个脚跟上，或是使用专门的跪垫，无好因为讲咱身躯的迄个限制，互咱感觉讲我安尼无法度跪咧祈祷，安那像安尼对上帝真
真有愧疚感，吼。上帝是看人的心的吼，毋是因为你的骹头会通好弯翘偌久。我过去有参加过迄个万国敬拜赞美学校，吼，迄个训练。万国敬拜赞美学校时常伊标榜伫遐标榜就是讲一跪就跪几啊点钟的啊。如果若跪到尾啊，是变做是一个形式，安尼就变做无意义。跪是因为咱欢喜屈家伫上帝面前，咱伫遐跪伫咧遐，所以上重要是人迄个上帝看人的心。所以有一个姊妹，有一个长辈，因为伊长期的迄个安尼关节炎，无法度跪咧，所以伊伫咧每一摆伊咧祈祷的时阵，伊会将伊的心安尼，伊开始将伊的心想象伊家己跪伫上帝面前，上帝共款悦纳伊的祈祷，因为伊的心是跪咧，虽然伊的身躯的外表无跪咧，但是伊的心是跪咧。所以咱得通知影，上帝是一个安尼讲鉴察人心的主。所以，接着咱要来分享第三种的身体正做祈祷的语言，就是站立的祷告。这是咱真侪时阵，咱会去安尼去采取的一款安尼祈祷的一个形态。但是，徛咧祈祷一个真要紧的是，伊应该是一个警醒的。站立如同守望者，伊毋是随随便便的站立，伊是安尼，伊有人共款有迄个深厚的圣经的基础，就是迄个耶稣伫遐教导门徒的时阵，伊伫遐讲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该饶恕他们，好让你们在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伫咧即句经文内面，伊。即句话内面透露一个真要紧的信息，就是徛咧祈祷是当初时犹太人的迄种会通讲因时常有的迄款安尼迄款祈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伫咧咱去看圣经内面，伫咧迄个第二圣殿的时期，犹太人通常是徛咧进行因每一日的迄个祈祷，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伫咧迄个会堂的迄个传统内面咱若对另外一段经文，就是法利赛人伊徛咧伊安尼家己徛咧，伫遐家己熬念，伫遐祈祷伊讲若讲我无亲像即个抽象的，安怎有无？但是咧，另外迄个抽象的咧，那个税吏伊是安怎？伊远远徛咧，边仔同款拢是站着但是安怎伊？连牙目望天都唔敢，只有伫遐来对远，伫遐来对兄，伫遐来安尼祈祷。所以咱就通看见耶稣，伊伫咧即个比喻顶面，伊伫遐去对比着两种的心态。当咱看见即两个人咧，拢是共款徛伫祈祷的时阵，拄好咧讲明，迄个徛伫祈祷的即个是迄个当初是迄个会堂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因的祈祷的一个标准的姿势，共款伫咧旧约旧约即个所罗门王伊有人共款，伊伫咧祈祷的时阵，伊嘛是安尼当着以色列众会众的面前，徛伫上帝祭坛前，安怎伫遐举双手望天来祈祷。所以伫咧即个献殿的迄款安尼伫真庄严的迄个时刻。所罗门选择站立祷告，并且伫遐举手望天，表达对上帝迄个敬畏甲阿乐。这是伫咧所罗门伊伫咧献圣殿的时阵，有的迄款安尼迄款一个徛咧祈祷。所以咱会通对即个站立，咱会通看见伊有一个真要紧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迄个徛伫祈祷。伊是代表着一种的警醒，也是一种的准备，就较亲像迄个军队伫咧军队的中间，迄个咱讲迄个
守望的迄个遐哨兵共款，因徛伫遐咧守望，也是讲因伫遐安尼，咱嘛会使来想迄个伊伫遐咧咱来想象迄个伫遐迎接君王的遐臣民，因伫遐站立在迄个站立着伫遐表达尊敬。我想咱也用着迄个一个搁较咱近代的迄个形象，咱就是亲像咱会通伫咧新闻的内面看见，不管是伫咧外国也好，伫咧咱台湾也好，伫咧咱迄个总统有遮外宾要来觐见总统的时阵，遮个外宾也好，遮个官员也好，因是拢伫遐站立，伫遐等待，因伫遐站立等待迄个总统的莅临了，才来伫遐甲因有一寡迄个会安尼安尼伫遐见面。来，春雅姐，请你们来到前面这边前面还有位置可以坐，前面还有位置。所以咱就会通看见迄个站立是表达咱对上帝的迄款安尼迄个尊敬。所以伊有所书第6章内面去讲起着讲安怎讲，所以着徛在用真理最大，用正义最好行价来称，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迄个徛在徛停停，是一种的军事的迄个术语，指着迄个士兵伫咧战场保持迄个战斗的迄个姿态，伫咧祈祷就是迄种属灵的精神，所以站立提醒咱是爱警醒的，是爱恭敬的。所以当咱伫咧站立祷告的时阵，咱应该有的是一种安尼迄款安尼真警醒，真安尼敬畏视立伫咧上帝面前。过来站立祷告，伊嘛是象征一种的迄种自由。咱来了解到，伫咧过去，伫咧主耶稣因迄个时代，迄个奴隶伫咧迄个伊的主人的面前，是必须要是服的是拍的但是咧，迄个主人的儿女咧，伊是徛伫咧伊的老爸的即个主人的面前。所以罗马书第8章15节内面去讲起就讲说你们所领受的不是那个奴隶的灵，人就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那个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咱伫咧上帝，咱伫上帝面前，咱是上帝的儿女，咱会通坦然无惧的站立在神的面前，但是需要的是站立的是一颗敬畏的，是一个警醒的心。安尼伫上帝面前，咱安尼伫遐安尼拢准备好势，要来做迄款安尼属灵的精神。安尼咱要安怎来去实践？咱要安怎来去站立？咱会通伫咧一日的开始的时阵，咱就会通安尼伫一早的开始，咱就来迎接咱的主。伫咱的新的一天，咱会通安尼徛伫遐迎接上帝同在，如同咱伫遐迎接君王，要来到我们的面前。这也是咱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迄个姿势，就是咱需要伫遐伫一早开始就安尼警醒站立在主的面前。第二是咱需要遇到咱的主，献上咱的感谢敬拜懊恼的时阵，咱的心中充满了喜乐，咱就徛伫咧上帝面前，伫遐来表达咱对上帝迄种内心的迄款安尼迄个敬拜甲欢喜。过来就是当咱伫遐，咱伫咧宣告的时阵，咱迄种宣告性的祷告的时阵，咱伫遐宣告上帝应允，咱就伫遐举手伫遐来宣告上帝的真理，徛伫咧。安尼徛伫祈祷伫遐来表达咱对主的迄款的信，甲着对主的迄个伊的宽平的迄款安尼的咱的确信，甲尊重。第四就是咱伫咧即个群体的即个
祈祷的时阵，咱安尼伫咧教会内面，咱伫遐聚会中间，咱伫遐站立，来伫遐表达咱彼此的迄款爱合一甲着迄个彼此的迄个尊重。所以咱就伫迄中间安尼徛伫咧主的面前来对咱的主来献上咱的敬拜。过来安尼，咱要安怎来去站立？是咱需要好好来去想的。咱无乌白徛，你祈祷的时阵你嘛无乌白徛。咱会通安尼双脚平行站立，咱与肩同宽安尼，互身体会通安尼真稳定平衡。咱迄个整个脊椎是自然挺直，但是不要僵硬，是放松的。会通想象是一根线从头顶安尼轻轻的安尼讲，你用想象讲，咱若头毛较长的啦，我这头毛你来头毛扭咧安尼直直安尼双肩放松不要耸肩，也不要紧绷咱会通安尼，你伫咧徛咧祈祷的时阵，有当时咱伫咧群众内面，咱伫咧徛咧祈祷的时阵，咱嘛会使轻微的晃动，这是真侪即个敬虔的迄个，咱讲迄种一寡敬虔的传统内面，因伫咧表达因的对主的迄个虔诚的时阵的一个方式。那亲像咱讲玉树临风赶快就轻轻的摇，那咧稍微摇摆着，所以过去嘛有一个兄弟，伊捌安尼分享讲，伊每一工安尼伫咧透早的时阵，伊就徛伫咧即个窗前伫遐来祈祷，伊面向着东方，伊伫遐讲当迄个日头的光来照着我的面的时阵，我感受着迄个上帝的阳光。所以，当我徛伫上帝的面前的时阵，我知影我是伊国度内面的迄个证书。所以，弟兄姊，咱的身躯是圣神的殿，所以咱的迄个规个身躯的姿势，是咱敬拜语言的一部分。互咱无搁再看清咱身躯伫咧祈祷内面的迄个角色，乃是咱学晓用咱的全灵，也就是咱的规个灵魂体来敬拜咱这位堪比一切荣光、一切荣耀的主上帝。互咱期待咱会通安尼诚做迄个，互咱的身躯会通诚做圣殿，咱的姿势会通诚做学老。咱的动作会通诚做咱的敬拜，咱的规个全人会通来按着这位听咱的主上帝来发出咱对伊的迄款安尼的回应，就是讲主啊，我伫遮，我将我的全人、我的全心来献互你。咱规个用咱的迄个全人，规个迄个用着包括咱的全身躯来按伊来献出咱对伊的迄款安尼敬拜。所以当咱伫咧透早，咱醒起来时阵，无论咱选择咱是到底是趴咧咧，是咱是安尼跪咧，是徛咧，甚至是坐咧，是咱安尼行路，其他咱拢会通会记哩，就是这毋是只有是干那一个姿势安尼尔，伊搁较是一种的宣告。宣告啥？宣告咱是上帝的儿女，宣告咱的性命属伫咱的主，咱的主耶稣。咱宣告咱愿意用着咱的全人来听伊，来听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当咱用去想象讲，伫咧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2节，真侪时阵咱伫咧做礼拜，咱的师会遮个长老执事咧宣，咱伫遐咧哇，一开始的时阵，咱伫遐咧。迄落，咱的第一个叫做啥？宣调有无？咱的宣调文内面，牧师真意爱用的一段经文，就是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2节。伊伫遐安尼要其他嘛会通诚做咱的祝福。所以真侪时阵，牧师会
来会问咱的这司礼者讲，啊，你今仔日你即礼拜你要用倒一经文来做你的宣调？伊伫遐代笔用着伊家己专人的迄款安尼的呼调，伊伫遐讲啊啦，伊讲我的心啊，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唔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华语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怎样都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愿特别的这段诗篇啊，会通成做咱逐工的祝福，互咱会记伫咧特别伊伫咧这个经文内面，伊伫遐讲起着是啥啦？都说凡在我里面的，讲既然伫我内面的，就用着咱全部咱的，毋是干那只有干那心灵，乃是咱的规个身心灵，咱的全灵。包括咱的身躯，互咱的全灵、咱的灵魂体，拢要起来称赞咱的主、咱的上帝，因为伊是堪得一切恶乐的主。所以无论咱用着什么款的姿态、咱的姿势，期待咱的祈祷拢会通成做一个芳芳的祭达到咱的主的面前，互安尼得到上帝、咱的天父的欢喜感纳，互咱的主会通，咱的祈祷会通得到安尼。咱的主会安尼垂听，互咱的上帝，咱的主、咱的上帝、咱的天父，伊的名会通得到应得的迄个荣光。所以咱头拄牧师所分享到，伫顶礼拜所讲到的迄个匍匐的祷告，甲着咱今仔日所分享的即个跪下的祷告跟站立的祷告，安尼咱会通来回想一下今仔日。牧师所分享的，但以理伫咧伊真清楚知影，伊爱付出代价的迄款情形下，伊悠然照常跪咧祈祷。安尼伫咱的生命内面，敢有啥物款的时刻，咱因为惊吓迄个效果，致到咱妥协，咱的祈祷甲着咱的信仰，咱会通真安尼。真实来去面对咱家己的生命，咱是毋是伫咧拄着生命交关的时阵，咱就伫咧中间有妥协，是咱要学习亲像但以理安尼，伊悠然照常跪落伫遐来主来祈祷，佮毋若安尼是伊是开窗仔伫遐来公开来人来呈现。第二，当咱跪咧祈祷的时阵，咱敢真正啥物人来降服？这是要问起着咱的迄个跪下祷告的对象，毋是讲咱祈祷，结果祈祷规半步，咱嘛跪咧祈祷，结果咱的祈祷拢是咱家己的心意，是咱伫遐欢喜来从咱家己真正来降服。咱是按着咱的环境呢，还是按着咱的压力来伫遐跪落祈祷？是咱真正是按着至悬的上帝来跪落，这个跪落到底是一个形式，是真正反映咱的内心对上帝迄个主权的承认甲迄个信靠。第三，但以理伊每一日3遍耶路撒冷伫遐开窗仔祈祷，是公开，佮继续安尼一日3遍，安尼迄款持续的信仰的行动。安尼，咱的祈祷的生活是毋是悠然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甲伫咱的人际关系中间，咱站立得住，会通成做咱的见证。过去捌听过安尼的笑话，我毋知影伫咱中间有无？就是有人安尼，亲像讲伫咧上班，可能公司有餐厅，迄落食饭时间到伊嘛是去捧菜、捧饭，怎啊坐落来伫咧餐厅的桌仔坐落去的，怎啊等害要祈祷，赶紧的目睭开咧，祈祷煞。是咱欢喜真正，亲像过去有做兵的迄款安尼的迄落
会笑亏吼，讲伫咧成功岭当兵，吼有基督徒吼就那个那个吃饭的时候就伫遐祈祷煞伊的餐无去啊。咱要选择什么货？咱敢有欢喜伫遐来用着咱的生活来见证咱对主的信。就算讲迄顿真正去互人捧去，真正上帝敢会用安尼，互你摇巴肚？吼，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咱所分享着，咱会通搁一摆好来去想，也会通伫咧咱的日常生活中来操练，互祈祷会通成做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咱搁过来，咱要来分享的是坐咧祈祷，甲着行路的祈祷。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好来想，伫咧咱的日常的生活中，咱是随时拢会通甲咱的主祈祷，将咱的全人伫每一天的每一时刻，拢会通来将咱交伫主的手中，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借着但以理的性命，搁一摆来提醒阮，迄个真正的祈祷，毋是干那介在伫语言，搁较是规个性命来主你的迄款安尼的回应。主啊，当阮跪落的时阵，求你帮助阮会通学习迄个真正的谦卑，无按着即个世界的权势来压头。乃是阮要独来敬畏你，来信靠你。互阮伫咧祈祷的中间来承认你是阮生命的主，是迄个掌管历史甲着人心的上帝。主啊，阮也恳求主你赐予阮迄款安尼徛地的迄款安尼勇气。当阮伫咧面对着迄个环境无友善的时阵，也是伫咧阮的信仰安尼受到挑战的时阵，愿阮会通悠然坚守迄个祈祷的迄个职责，互阮无稳重，嘛无安尼退缩，无软弱，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会通活出一个属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生命的样相。互阮无论是跪地，也是徛地，阮的规个心身灵拢安尼一直来主你献上阮对你的敬拜，求你更新阮的祈祷的生活。互阮毋是干那偶尔来你来呼求，乃是阮会通伫咧日日甲着主你三角同行，互阮的生命会通成做迄个持续来你来展开迄款安尼迄个祈祷的生命。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主耶稣基督宝贵性命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领受圣餐请咱来吟圣诗356首，圣诗356首。主我担就群，爱见你的面，请咱坐咧吟。
人去通知迄边人，如果有兄弟请因来到伫咱的内底吼，请因拢尽量就是就坐，不要站立。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三角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见那着无担重担的，着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夜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那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愿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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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服侍长老。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摕着的兄弟，咱就安静默祷，来求主来监察咱。咱有啥物得罪主的无？即时求主来赦免咱，洗清咱的罪。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欢迎见那属伫主的教会的陪参者，拢会通同齐来领受。如果恁若是还未洗礼，请毋通领受。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敢有人伫主的教会已经领受洗礼，无摕到饼的？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的长老。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同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
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收杯，伫咧收杯的过程，咱悠然共款来唱圣诗356首，圣诗356首，请。先收杯好了。这时，咱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见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他设立全能的父上帝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活命。阿免。请坐。这时，咱来感恩奉献，请陈文兰甲李恩清执事。
请起立。请坐。这是咱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是但以理书第6章第10节。但以理听到王已经伫即个文件签名，就倒去处理。伊厝楼顶的房间有窗仔开往耶路撒冷。伊照常一日3遍跪咧向上帝恳求感谢。和合本再念一次。但以理知道这文件已经签署，就进自己的家，他家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一天3次双膝跪着，在他的上帝面前祷告感谢，像平常一样。以书第6章第10节。这时我们来迎新报告，今天有没有新的朋友？ Hello， 今仔日伫咱中间有迄个大家教会黄丽弟兄伫咱的中间吼，咱欢迎伊。欢迎欢迎。这边这2位。哦，这边还有吗？我好像没有见过。嘿，有来过吗？恒毅。之前有来过。OK。欢迎。欢迎。 现在我们来报告，第一项就是本主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没有今天不被爱餐，礼拜结束以后要召开主日学教研会，敬请老师预备心参加。第二，下主日为和堂，就早上9点半，我们邀请刘小婷牧师前来陪灵专讲，礼拜结束后备有爱餐，请兄姐留步参加。 讲职会因为培灵专讲的缘故，改在24号，也就是礼拜6的早上9点半召开。结束以后要继续召开小会，请长职预备心参加。第三，24号就是星期六晚上7点半，以及25日礼拜天下午1点，教会要举办培灵讲座系列，邀请刘山讲古，就是老三公告的刘小婷牧师来主讲。 以讲座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左边那边的海报，哦，有布告栏那边，请大家一起去看。第4点，教会的吴颖珍姐妹的母亲美惠姐，她在1月12日的早上5点11分安息主怀。我们请各位亲爱的家人为他们后续的治丧事宜来代祷，也愿主的灵亲自安慰扶持遗嘱。 第5，26到30日，就是星期1到星期5，教会要针对着国小1年级1到6年级的小朋友，来举办大手牵小手的快乐营。即日起可以到办公室向秀明姐妹来报名。以上就是我们的报告。那肢体消息以及代祷事项，我们请各位家人为生病的人。 以及需要找工作的人，来为他们付上代价来祷告。还有我们的下一周的服事的同工，请预备心来服事。还有我们的
会计事项的报告各项的奉献。家人，大家看一下，如果有错误的，请向干事来订正。以上报告。这时，我们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因煞请牧师祝祷。愿上主大仁爱，临在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做眼光远照你眼珠比宽海里，主心心保守你每一时，高迎世代。愿上主大仁爱，应在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做眼光遍照你眼珠比宽海里。主心心可守你对一时，高迎世代。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会会，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免。请坐，灭道避讳。